后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发起着4月2日就开道大游行，台中市长卢秀燕讲，到时阵伊嘛会去参加游行。26号，我愿意挺身而出，然后亲自站在街头，提醒我们的国家领导人，这时候一定要全力的化解国家的危机，拼经济，照顾人民。卢秀燕讲，26号伊嘛会徛就街路径，提醒执政党即摆应该专心来照顾人民。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主委颜文静讲，目前至少有65台的游览车会载乡亲到台北参加大游行。卢市长讲，伊嘛要参加了后，人数应该会搁增加。讲这个游览车到底要去几台，无上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